本人收看客家苗語學院每日一客語新聞，透過熒幕推動客家文化進入主流。客家委員會邀請高雄市政府3月15號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旗下鬧棚舉行貴新演唱會，邀請金曲綜藝歌后彭佳慧、央視歌暫替大劇師曾家華、爵士五人黃玉玲同得到3金天天記國際音樂師人林聲詳細主席列台衝獎演出。米下登場嘅彭佳慧同曾家華唔但將啲台燈用客話打嘴鼓，咩本人想唔到嘅合唱客語歌嘅歸來。彭佳慧感動到見講，總算完成嘅人嘅夢想。貴新演唱會喺高雄流行音樂中心頭度用華語、客語音樂為主嘅大型活動，仲策劃以金曲歌王羅文義特別用回歸初心做主題，邀請歌手唱出張氏有志嘅歸鄉情懷，歡喜深度單純嘅情感。客委會副主任委員范祖明代表主任委員顧秀輝到場欣賞表演，叫下見證無腔風格嘅音樂人，用嚟用母語融合經典同流行來展現世代傳承。以上係客家苗語學院嘅報道。接下來愛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客語就係歌話，一條歌話當好聽，一條歌話當好聽，唔學為盲，下一拜章來了。